呀！每天就到处检查一下，因为这段时间关键时期。从我们这个进口子看到的地方两边，到整个这片山，还有我们这个后边这片山上去，全是果树，大概面积是4200多亩。我们这次干旱，如果再不及时造成损失的话，可能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总体的这个收入大概要减掉2/3，所以这对我们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了。这个不能浪费一滴水，每天都要过来看2到3次。最期待的就是下一场及时雨啊，下个1天1夜。那就大问题解决了，这个整个问题就缓解了。就天天盼星星盼月亮，每天都盼出来的是晴朗的天空。天气是晴朗了，但是我们的心情都是很郁闷，这个不下雨，特别操心。这个是我们大概在18岁左右的一个照片，那时候还很年轻。这张呢是我们跟我爱人刚结婚不久的一个照片。这个呢是我们这从小一起的哥们儿。大概是20岁的样子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在那时候我们家应该在我们那个村来是特别穷的。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太穷，父亲一个简单的那个贫血，没有坚持到今年就去世了。1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念4年级的时候。大概我父亲就去世了，这个初中还没毕业，读初3的时候，我母亲就去世了。外头转开嘛，家买的啊，后门调一下。挖机咋现在还没来呢？
抓紧点儿，这管子都到这儿已经管子都没到挖机跟前了，这2天要抓紧时间，这个一会儿都不能耽搁，啊！好，抓紧点儿，好，快点，搞快点，这儿等不及了哈，啊！就管子没得了啊？啊，过去外面看下查的都好多就。不像远头的。兄弟，发5饼比5零的，75的发个75的早上好的，75的要个100米。等会儿倒是还有5零的5饼要不要50的发个500米啊，600米，多发。放过水的。啊，放过水的下面就还有那个潮气可以缓解。如果再有1个星期不下雨的话，这个彻底就吃力了。你看这些，这2天还稍微好一点。来，喝点水。哦，谢谢。来，接着，接着，注意安全。那个工作可以慢一点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。啊，这个高空作业非常危险，啊，身体最重要。在这个1500多平方米的这个空间里，有2个生产线。以后我们一个是我们辣椒酱的一个生产，还有一个韭菜蜂蜜的一个生产，所以这是我们就是2条生产线的这个整个设备。我租土地是合作社是20年，那么20年对我个人来说发展好了，我是觉得养活自己啊家人没问题的。但是20年以后，当我把这些土地还给老百姓的时候，我们的老百姓继续生活在我们这里的老百姓，他们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建设2条生产线，蜂蜜也好，辣椒也好，这些东西都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很容易生产的东西。20年以后，是不是我那时候是不是我毛海兵在合作社带头做这些事情都不重要，但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老百姓生产的东西能够把它深加工，提高它的附加值。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绿色的产品能够走出去，能够给老百姓带来收益，也能够让他们增收致富。毛老板不怕吃苦，爱干实事。毛海平要是干得好嘛，就是把那田塞了就马上就没法嘛，天天我们就每天放水嘛，是吧？眼累了。毛老板这老看装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啊。可以说他就是做实事的人，他一心做任何事情都想做好，认真，做这个事情做得非常认真，给我们在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。这个可以用。唉，这两天好多个人20多个人吧。 20多个，就全部放水的，放水嘛。这些还是非常支持啊。工作上来头啊，什么啊是支持。行吧，那就好。你这2天呢，抓紧点儿。
他们说最难听的话就是，你又是骗那个国家扶贫政策的，骗扶贫资金的，啊，他是又是搞着玩的。我们是13年底进来的，14年初开始动的。那么到14年底的时候，当租金啊、劳务费啊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发在他们手上的时候，几百万发给他们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的思想都改变了。我这个人不是闹着玩的，肯定是抱着一种态度来做这个事情的。亏了这里还有水。放在这里，这一个杂质的一个过滤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很多这个杂质的东西它就进去不了。哎呀，这个看起来这个水就流得太可惜了，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啊，巴不得把每一滴水都给它那个放在地里边去。这个关系到我们水，关系到我们产业的发展，关系到这个水就是农业资源啊。没有水，什么都没有。石头，下来安排一个他们要做的东西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，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加工设备的这个厂房，正在建设当中，这一块刚刚建起来，那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啊，我们的员工食堂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边。就去年7月26号凌晨，整个一下子就，包括后边的那个东西，水从中间冲过了，洪水从中间冲过了。包括这下边，就是我的几部车子，所有的农耕机械，我的工地的用车都在这一块被淹在里边。当时有想过放弃吗？当时也想过，但是如果放弃的话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所以我们还是，不管在于怎么大的困难，我们还是要振作起来，必须坚持下去。
所以后来才有了我们整个基地这个选址搬迁。先把这个地方就先放下了，对，我们后边再慢慢看这个机会。哎呀，你看，什么都倒了，桩还在，桩没倒，这是好的象征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桩立稳了。我们这个产业做到今天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14年，我们的辣椒销售失败。15年，我们的向日葵由于一个雨季，这个从山上弄不下来，这个坏在地里边。16年，我的基地这个办公室总部被洪水冲掉。17年，现在这个季节正遇到这个10多年难遇的这个干旱。真的想起了这个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灾难在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整个现在的果树，现在也结果了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希望。总体趋势我们是好的。他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6点钟就走，晚上是9点过才回来。海边，下来吃饭。有完了吗？我就完了，还有个完了转啊，工地上就那吃点就行了。喊你包住的你就要做。哎呀，水放的快了嘛？上超几百米管道。又要买。啊？又要买。啊。这个天气肯定1时半会儿下不到雨，今天已经20天了晒了，这不抓紧的晒的就没得了。给他哭过多少回了？哭过几次了都，特别辛苦。他也辛苦，我也辛苦。去年洪水一冲更辛苦，当时都哭了几场了。特别害怕，现在又是天旱啊，那些看到这里的，每天上来看到这里的情况，都是感到有点心里难受啊。不高兴的时候也是回去了，也是抱怨啊，也说我，怎么又说我是疯子，一说我是神经病。这样就吃点就行了，这样就吃点就行了。还是要吃好，吃好才开始从衣服所有烘到讲好过，你就要负责。现在又是负责的嘞，你都看人家慢过呀，以后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嘛，都有自己的思想嘛。
不能天天一点小小的日子能够过就那样子混下去噻。让你放心，再坚持2、3年，一定有好的结果的啊！你这咋给你这信心呢？给你好。肯定有信心噻。我们现在他做成这样，只有支持他嘛，我们全家人只能支持他。在他做的，什么时候做的可以天天闲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幸福，就是快乐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出去旅游啊，什么就是幸福了。真心快傻死了，天天6点过走，陪到9点钟才回来。这个有啥辛苦的嘛？你看嘛，这个要是过得好，到了中午饭也送得来了。我不给你送饭，你还记得你吃饭时间哦。哎呀，肚子饿了嘛，总会想起嘛。这整个了就翻来了。啊，行了，辛苦了。不打球，不打球，只要不跳的，要是摸下来就对了吧？跳是那个。走，喂，走。桩子高了，不能接种高的桩子。这把这木把这接上，这两个砧板就连着我估计泡上，啊，一接上去。这儿来，来这儿来，这儿来，你讲这儿来。那边的已经放完了啊？整个家全部放完了，那就这一节了。那个肯定就在这边，我这边，那行。我这儿不用放行李吧？行李吧？哦，那就谢谢，那这两天辛苦了，非常感谢。哎，可以。说句实话，我们虽然是种的这些果树啊，这些向日葵啊，这些辣椒啊，但是我们总体来说，我们是做的是我们要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。